最后愤怒的暴民的意愿得胜。耶稣受强迫来举家己的十字架。耶稣当行伫两种人群的中间，就是遐个称呼伊做因的主弥赛亚，甲因的王的人民，以及一大阵讲伊是亵渎上帝的大骗先。把耶稣互因带到一个头壳满的所在，伫遐伊亲像一个普通的罪犯受电死。伊最后彼拉多用踢球的款式，连连平顶，将一个写讲拿撒勒人耶稣犹太人的王的牌仔垫在十字架顶。耶稣大声喊讲：“完成啊！”讲了头交落去，开就灯。